各位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就係不是定理，而係一個家長嘅個案。我個仔啊，3歲，好固執，好反叛。我成日叫佢唔好掂呢樣，佢又掂；我叫佢唔好周圍走，佢又走；我叫佢唔好嘈，佢又嘈。各位家長，以上呢一個情形，你哋係咪都身同感受、耳熟能詳啊？嗱，其實2至3歲嘅細路仔係非常嘅自我中心。根據社會發展心理學說，精神分析心理學家兼兒童發展學家艾克森 Erik Erikson 嘅理論，呢一個時期嘅孩子正值需要建立自治自律嘅階段，即是話證明自己有能力、自己有自信心去照顧自己。相反，如果呢一個時期孩子對自己缺乏自信、缺乏照顧嘅能力，就會形成羞怯同埋懷疑嘅狀態啦。所以如果我哋成日都同我哋嘅仔女講唔可以咁做，唔准、唔得，呢啲咁消極同埋負面嘅說話，就只會讓我哋嘅孩子有被責備、被訓斥嘅感覺。佢會覺得自己一無是處，而且就會增加佢哋嘅消極情緒同埋負面嘅行為反應㗎啦。